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的节目有6则小专题，要同大家了解6组是奇妙的人物。交通大学有一张彝族实验室，如从医生会去义务看诊，建筑师如去草 TV 所义务同人起舞。3年前，因能许多新竹峨眉也在客家中，但能学生的设计和个设计做出合乎采地农业使用和个生活的空间。今年亦能用峨眉乡嘅特产东方美人茶来设计一个做茶、试茶和个展示茶具嘅空间。亦能用天然嘅东西，像树叶啊、竹嘅啊、采地路油嘅杆啊、毛嘅一道来做材料，来展现采地特色。一个彝族嘅理念也常常影响到嘅规个社区。因在峨眉嘅老人家嗰度，故所当地乡亲和个社区发展协会，都利用一道空间推动创造。规划嘅许多关心老人家嘅活动，还个大家乡下社主安尼嘅活动，为大家上帮上听，好本大家如果啊安然吃菜嘅精神继续传下去。1、2、等一下，脚往内推，让它立起来。脚让它垂直，让它垂直，让它垂直。很多嘅學生嘅同啲好嘅家嘅講起來，四個生意向下雷天數，為同佢對起來高聽好勢。位置差多少？往哪里？差蛮多的，往前再往左。往前往左，你的左邊嗎？对，我的左邊。好。有人負責指揮，有人同佢對起來掃黑，也係交通大學彝族實驗室嘅先生同學生嘅。第3年來到新竹峨眉嘅客家莊，今年嘅主題係設計為做一啲茶實驗嘅展示空間。因為峨眉啊，東方美人茶當道啊，一當出名，但是種茶嘅面積冇辦法放棄啦。因為一隻朋友講來恢復茶葉呢個東西，我要看到茶葉呢個東西是愛追求有隻環境，本嚟來做展示場。酒店採地鄉親嘅想法，教太呢種實驗室嘅先生去批函，第一計劃執行前就先帶定學生嘅去現場看過，韓國同鄉親交流，討論出親合乎採地嘅設計。那材料上面，我們大部分會是用自然材料，會是結構木材為主。那表面比較多這些比較輕量的竹子啊，就地取材的稻草、茅草，用作為材料。那整個呈現會是一個鏤空的空間，所以我們要對應這個展示空間需求。那在空間內部呢，能夠濾掉一部分從外面來的這個自然的光線。很多學生嘅酒店結構、天花、皮層一道本做施主，大家以3種以後，用採地主要嘅杆、毛嘅韓國塑料，表現天然又有觀察嘅主題形象。那幾個物架的設計是，那時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M 字形，對，然後之後就是一直跟就是老師這邊一直討論說，就是真的是安全上的討論，怎樣加怎樣改變會讓這個結構更穩。是分2個部分，有一個是平面的6角竹編的部分，跟垂直的稻草片的部分，這樣。然後6角竹編的話，我們是在模擬一個鄉下農村大家凝聚在樹下喝茶的那種感覺，所以那個6角竹編就是有點像是樹蔭的感覺，它有篩光的作用，這樣。一啲學生嘅做前唔係讀建築相關課內嘅，唔過一啲對學期開始，天天嚟學，天天嚟起名，設計、畫圖、學竹編，用家伙頭一啲，唔過對象都設計去做，總共就數章一節，同呢種期間嘅考驗，就會愛訓練一啲有聽定解決問題嘅能力。當你理論學得很好之後，你要把它應用到實作，那其實是一堵很高的牆。但是我們在這個堂課，我們做到最多就是我們從建模到最後真的把這個東西做出來，我們是去嘗試去跨過那一道牆，這樣。不要管定位沒關係，先讓它把我們想要樣子用到軟體上面，然後是3D，也就是可以360度旋轉這樣，然後在上面測試這樣。重點是說在實作上，它跟理論一定會有誤差，然後每個誤差加總起來就是會出現問題這樣子。
峨眉乡建筑作为3年，头摆卡无经验，一年内去修正，清出一定含色彩体天使嘅垂钓。用自然材料，然后做在户外，其实吃了一些苦头，因为在抵抗天候方面有一些顾虑不够周到的地方，同时在结构上面改变过去用竹子作为结构，今年是用木材当做结构，那相对上处理难度比较低，那也比较耐久。做1礼拜种皮做好诶，做茶嘅机器未准备爱8年内，3年内也有艺术空间，对中医教室、文室到以下嘅茶产业展示空间，对社区来讲有一大改变。第艺术空间中方，并5期6期就会社区老人家平常时休闲用到嘅素材，种嘅度可以来加动用法力。当点啊哈，当好啊，心情当快啊。了为庆祝活动呢，哈，有打鼓也有手筋嘅运动啊，主办呢也按认真，按有爱心啦。现在峨眉乡係全台灣老年人口人數前度嘅5個鄉鎮嘅其中之一，老人家有25%以上，本但點數數嘅總額，現在有呢種計劃變到都冇響用。做好以後慢慢老人家會適中，佢要去到佢自己要加出啦。好嘅，依組嘅呢個部分唔係講是一天去父母嚟喎。那有書誒，有竹誒，坐定上下聽老師講課，上下打鼓，當到發通是做得老幾嘅嘢心心法是不是較快啦？以前看到就全部老人家哋種菜，種菜啦還有老人家自己在這邊準備一些自家設的米東西然後有太後生來到呢峨眉鄉來到偏遠鄉鎮那是帶入整個地方的一啲活絡社區老人家啲周邊教室都好上課，很多本色都好設計點菜以內種菜，也做呢種嘅啲同菜地嘅用詞顯出來。唔但將世界兩甲動嘅風鐵免費提供有機米本社區嘅老人家，每同有機菜煮出一片又一片空間嘅料理。當好，照顧我哋老人家，佢煮嘅飯，啲老人家還好，食得還好。有按多菜喎，我炒得唔錯多呀。小朋友菜大番薯呀，可以菜，係下紅顏啲好食。呢意思講三台人強下，喺度種珍惜三台人強下習慣嗰種感覺。所以呢，我想了下按好嘅個感覺延續到呢個春紅地背。所以呢，開始是做共識嘅部分，要了下機會，你咪想我回饋呢啲嘅老人家。交通太好嘅先生同學生嘅按出席來議作，帶動嘅也細細爺爺總頭，大幫創造空間，以為行卡道改變同連結，大家行卡地好想象，用卡分享也按暫定嘅氣氛。都沒有農藥，對不對？對，都沒有農藥。